小鱼，今天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，关于一个人，他做生意还有他的顾客。他事业很成功，经常忙得不可开交。那天他正在与客户商谈，母亲打电话来了。母亲的电话一共打了3次。第一次他挂断了电话，第二次他看了一眼，又挂断了电话，并向客户说抱歉，是他妈妈来的电话。当电话第3次响起，他又要挂断时，客户说既然是妈妈的电话，赶快接啊，万一有什么急事呢？一接通电话，他就说抱歉，是我妈妈来的电话。既然是妈妈的电话，赶快接啊，万一有什么急事呢？喂，我在与客户谈生意。妈，你有急事吗？我没事，我就是想你，想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既然你忙，那就挂了吧。挂断电话，他看见客户的表情有些不高兴。事实上，母亲确实没什么事，后来也没出什么事，但是这个电话让他失去了客户。他和那个客户都是我的朋友，他告诉了我这件事。我的看法是，他损失客户并不是因为他接了电话，但是因为他没接那个电话。后来作为客户的朋友写信来，也告诉了我这件事。那个客户说，人对待优先的事情，永远有的是时间，比如生意，比如爱情。他母亲来电话不接，不是他没有时间，但是他觉得亲情没有生意优先。一个人把生意看得比亲情重的人，我有理由信任他吗？信写得有理，不过我以为平常人都会像他那样处理。我们的生活经验是，母亲通常老道，而客户却不容易得到。作为客户的朋友，后来又写信来告诉我，他奋斗了20多年，一直想接独居的母亲来住。起先因为条件不允许，再后来因为带儿子，当他终于换了大房子，他的母亲却去世了。
也许失去我这个客户会使他记得面对亲情永远都应该有时间，这是他信的。莫维说。